Raby's performance, we will also be inviting Firdaus up on stage. And then at 8 p.m. I will be back here. 我们今晚会一起玩 game， 然后玩 game 有奖品的哎，有奖品的对吗？有哦，我们的今天奖品是什么啊？哦，这个 goodie bag 啊 ，OK， 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玩游戏哦，有20个人可以领奖。OK， 我们玩游戏的环节是大概在8点的时候。OK， 所以你们不要跑掉啊，你们可以坐在这边坐一整晚的，一起喝酒啊，喝咖啡什么，你们要喝什么随便你们 OK。所以8点后呢，我们会在这边一起玩游戏，然后一起唱一些 Hokkien 歌。OK， 然后玩完游戏 ，Firdaus 又会再上台，8点半唱到9点，然后9点就是我们的 finale。OK， 我们今天每个人大概都会在这边到差不多9点半、9点40分。然后如果你今天呢，你觉得你唱的还是听的不够爽的话哦，明天还可以再回来，因为其实这个 Retro One Way 是一个2 days 的 event， 可是明天你回来的话，你就看不到一些 singer 了啦，那个歌手他们会换一下。OK，without further ado, we will be inviting Raby O, a Singaporean Girl Thai singer, to take over the stage in just a few moments. So known not only for her passion for music, she's also known for her remarkable strength and persevera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So Raby has inspired so many people with her courage and unwavering spirit. And let'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Raby.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E.T. It was really a heartfelt introduction for me. Thank you so much. And 我真的很替你的这么年轻，星星，你说你才25岁，对，但是你的福建话说的比我好哎，这是怎么办到的？对啊，我是唱歌台，但我很少用福建话。对，你怎么福建话说的这么好？因为小时候没有去学校，每天在家跟我阿嬷讲后面。所以其实也算是在家里的一个教育，对，所以不是很像一个东西你去学校可以学得到的，就成长过程啊。因为我觉得就家里的人都很喜欢听什么 gay 啊，像你会唱啊，会唱到一些。像有一个安迪讲，今天你们可不可以唱 gay 啊？而且你说的福建话是比较优秀的，比较听起来比较清秀，所以真的很好听，要继续努力下去。OK 啦，你做 MC 啦，那个对啊，谢谢你，谢谢。然后呢，我的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轻松的。今天我们一连串所安排的歌曲都是比较怀旧的，因为今天是 Retro Night， 所以安排了一首《爱神》来送给在场所有来宾朋友。哇，今天是一个很像来到红馆开演唱会，因为四面八方这个 runway 的舞台让我能够面对四面八方的这个观众，还有这个时刻。然后呢，安排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非常高兴呢，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见面哈。在哪里？
掌声这其实蛮多的诶，因为我知道大家来到这里啊，就是要来品尝我们这里 Boon Lay Village 非常好吃的美食，所以呢，听到掌声就是证明你们愿意吃到一半。放下你们的这个筷子来给我掌声，所以呢，真的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么呢，希望学会也要住在场呢。刚刚给我拍手，还有没有拍手的朋友们呢？你们拍手拍手，腾财就手，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得心应手，好不好？然后呢，等一下你们就尽情的吃你们的饭。不用给我拍手也没关系。那学会呢，只是希望呢，我们在场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跟我们的今晚的这个所有的义工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舞台上的表演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间。这样呢，大家开心，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了，好不好？那么安排的下一首歌曲也是首非常轻松的曲子，《真情》送给大家，谢谢。在这个星星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继续忏悔，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人都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就让你不再谁，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心在我心徘徊。谢谢大姐，谢谢你送上红包哈，谢谢你，恭喜发财。听到你一声再会，我流下心的眼泪，在这个清醒夜里，我们要离别。希望你不要伤悲，我会早些忏悔，让我们轻轻说再会，我的爱仍留在你心里。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数量你不在线，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心在我心徘徊。只要你心中有了一个我就得到安慰，在每个甜甜梦里，我们俩相随。只要你真情可贵，恰恰大姐，数量你不在线，让我们轻轻说再会，你的心在我心徘徊，你的心在我心徘徊，你的心在我心徘徊。谢谢。换他多一点，等一下他就陪我跳恰恰了。轻轻说再会。谢谢这首真情，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拍手拍手哈！啊，大姐们，别拍谁啦，记得隆重大家是家己人啊！你们在这个央多几杯，等一下你要陪我跳舞 ，OK？等一下我安排多一点恰恰的这个歌曲给你哈！也要非常感谢大姐，谢谢你哦！我怎么很好奇你们为什么身上都会携带红包的？谢谢你，谢谢有心了哈！然后安排的下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来送给我们喝酒的朋友们，大家记得刚起过来，然后大家，我现在只看到这里的朋友了，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既然你我相会，不必讲出客气话，咱着伊也做伙，相相我知影爱是袂着来干是杯干是杯，尽量来啉，互伊嘛西嘛西。有啥物困难会当解决的问题，暂时莫想遐多，就随伊在天涯地，我开心的一切。哇，我们的朋友真的太棒了！希望你们喜欢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福建曲子。哇哦！谢谢大姐。朋友来干是杯干是杯，尽量来啉，互伊嘛西嘛西。有啥物困难会当解决的问题，暂时莫想遐多，就随伊在天涯地，我开心的一切。耶，谢谢！来，我们的好歌不要停，继续安排的下一首歌曲啊，这一首歌就有一点伤心难过了哈，但是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福建歌，请咱送给大家。这个是新加坡有火车吗？这个是 MRT 走过的声音啊！我不知道新加坡有没有这个火车，但是刚刚听起来像 MRT 的声音，就像我把我的 boyfriend 从竹肉我要回去本多的那种感觉，很长的一段路，所以我唱这首歌给他听。花声音引到声声，阮的心头渐渐重，看来看去来这心内，阮心上心内相送。
也谢谢刚刚小帅哥你的这个 flash， 你听得懂吗？这首歌蛮老的嘞，你看起来蛮年轻的嘞，还是你也是跟阿妈住的，还是你们两个都跟同一个阿妈住？然后呢，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这首刘文正，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这首3月里的小雨。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的有心，还帮我们安排的这个歌词在我们两旁的这个摩托车上面，所以呢，有这个歌词让大家跟着我一起唱好不好？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还是我们怀的气息。3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哗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何时我们快的寂寞。今晚的消息。谁带我追寻那个爱我的心？谢谢大姐，希望你这个能够身体健康，好不好？谢谢。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今晚的小雨，陪伴的可知我满怀的希望。今晚的小雨。谁带我追寻那颗爱我的心？爱我的心，追寻那颗爱我的心。谢谢这首，我记得是我小学的时候，好多朋友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都会唱的一首歌，相信大家一定是对这首歌非常的不陌生。那么呢，下一首这首歌也是一样，都是我们这个排行榜小学歌唱比赛前10名一定会有它的这个踪迹的。安排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大家，谢谢。幸福澎湖
初时常将你手心亲吻，在这暮暮送上一回温暖的澎湖湾，一个桥也是相遇一层，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出山滩，没有言语自宣扬，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幻想，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街上一辆对白。那是外婆初时常将我手心亲吻，在这暮暮送上一回温暖的澎湖湾，一个桥也是相遇一层，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留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哎呦，谢谢大家！哎呦，谢谢大姐，这首歌我明天安排给你，好吗？因为这个歌曲我没有准备到，但是想听福建歌，老师你帮我安排一首那个加厚给啊，好吗？谢谢，哎呦，谢谢大姐你的，哎，人不见了，好快啊！他匆匆的来，正如我匆匆的走。谢谢大姐，谢谢你送上了这个鼓励的红包。哎，我的眼睛有问题了。谢谢大姐，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样哈，这么容易生出这个红包风的嘞。这个东西不是新年才会有的东西的吗？怎么大家都放在他们的身上呢？不好意思哈，谢谢你们。然后安排下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福建的歌曲，相信大家都非常爱听的一首《给熬上的歌》。依婷，你想要来跟我一起唱这首《给熬》吗？不要，我在旁边我不敢。不要，我们掌声欢迎依婷来好不好？非常棒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司仪。如果你们没有红包袋哦，我们有那个红林 Curry Buff 的白色的纸是可以拿来用。无人甲咱友好，你若无聊，给咱的相片，甲他在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车搁车摆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大家，我只是个花瓶，我只是站在这边。你的手 chorus， 我会甲你牵了了，因为我是你的掌声在哪里？耶！我相信自己的领导，阮的少年就对对到，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比你较着？谢谢大家。我的一生偏好领导，这次幸福是擦擦闹闹。
一日咱若老，有心不甲你友好，你若无聊，提咱的相片，什么？他没有走。记住是我的老，请好请歹无依靠，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因为我是你的骄大家一起来，我们的 chorus。本相信存在你引导，轮回少年就对对老，人生世事莫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天花颠倒，还有 flash 来了。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哪个，你就让我心酸，因为我勇敢，我你为我目屎流。哇，掌声鼓励鼓励！谢谢。瑞斌真的太厉害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掌声，还有谢谢大姐送上的这个鼓励的红包。希望呢，我们今晚的这个歌曲的表演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喜欢，都能够满意，好不好？谢谢。下一个问题是，你们还要继续听 Ravi 吗？现在几点了？你要吗？现在几点？我们做个 time check 好吗？我们现在是7:25，你还可以唱多久？我可以唱多1、2首歌，我再唱多2但是首歌。你们不要担心，因为明天晚上其实 Ravi 还会在现场，也是一样6点半到7点半。因为我们今天的 Ravi 他太红了啦，他还有下一场要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不是2场， 2场要赶，开玩笑。我们也就尽量给他休息一下。黑森，我会把台交回给你，2首歌，2首歌后我再回来。谢谢大家。谢谢我的怡婷，非常棒，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妹妹。她小了我7岁，但是福建话、华语还有这个英文都说的超级溜的，真的非常棒。然后安排的这首是一首这个老歌的串烧组曲，这首《江水向东流》南屏晚钟的歌曲送给大家，谢谢。江水向东流，它一去不回头。
醒了我的相思梦，这样子有什么用？我手足了匆匆森林，又看到那夕阳红。那平稳中，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小花沉在我心坎中。哇，是这里的舞王吗？那平稳中，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最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走出了匆匆森林，又看到那夕阳红，又看到那夕阳红，又看到那夕阳红。哇，掌声给我们滚乐的舞王！耶！哎，你看起来可以做我的 boyfriend 呢，因为我也戴口罩，你也戴口罩。你跳舞还跳得这么好，我唱歌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帮我伴舞就好，顺便帮我收这个红包，但是红包全部是归我的，OK 啊？我明天还会再来，你明天还会来跟我跳舞吗？哎，sorry， 你听得懂华语吗？听得懂吗？所以 no Chinese 啊，Chinese only， 还是福建。明天我还会再来，你明天要再来跟我一起跳舞好不好？然后安排下一首歌曲，这首《踏浪》送给大家。这首《踏浪》，刚刚等一下我下去你点的那首歌我不会唱了，不好意思呀，拍谁？这首《踏浪》也即将结束了，是会今天的表演时间。那么我们明天同个时间、同个地点，我们再见，好不好？点唱的歌我明天一定会带来给你们，好不好 ？OK。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心里面谢谢小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闪闪看那山花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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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哦塞，对你们谢谢脚呀，暂时停下来。哦，山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是闪闪看那山花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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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怎么办？他很嗨，跟我一样嗨。里面的也很嗨。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心里面谢谢小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
我们的 Raby 太红了啦，他接下来还要跑多2场，所以呢，你们想要听 Raby 唱歌的话，明天可以再回来到这里6点半到7点半。谢谢 Raby， 你真的好棒，你真的带动了我们的全场，谢谢你。我们掌声鼓励给我们的 Raby 好不好？你们可以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at RAYBEEBOH @RabyO。Alright。